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文哥。今日呢，我来就大家介绍两个乐器啊，因为两个乐器啊，嘅汉字的诗腔样，这两个乐器的汉字都是叫做笛啊。第一个叫笛子，第一个叫唢呐啊，它的汉字都是写成笛，但是发音不一样的时候，它就代表有两个不同的乐器。好，那我们来看一下。首先是它的，好，这个就是唢呐。那我们讲吹唢呐，会讲吹它的，吹它的，好。那有人讲捧它的，马走的，好。那我们看画面上的，就是这个唢呐这个乐器，就是我们一般客家八音里面，比较主旋律啊，哈，就是蛮高亢，那嘹亮的那个乐器，有点类似西洋乐器的小喇叭，哦。吹它的吹唢呐，过来呢，这个是笛啊，笛就是笛子的笛啊，吹笛子吹笛。可是我们不会讲吹笛的啊，因为会跟那个它的有点区分哈，吹笛。那个我们一般这个中国的笛子啊，会有曲笛啊、邦笛啊、套笛很多种笛哦。那接下来我们来介绍一下。遇到这些笛子的时候怎么发音？首先我们来讲邦笛，邦笛，邦笛，好，过来曲笛，曲笛，曲笛，好，过来长笛，西洋乐器长笛，长笛，长笛，过来西洋乐器的短笛，短笛，短笛，过来。校园里面，我们小朋友常吹的长笛，那个直笛很多侧笛，侧笛。马有人讲木笛的因为它是木，也有人说是木笛啦其实就会照字面上去翻译过来竖笛这个就比较特别了。如果我要照华语的字面去翻的话，就会讲竖笛，竖笛。不过，个书啊，唔点用啊，前头个读诗的发音啦那蛮可以啦，因为这烦没还有呢，就是竖笛啊，我们也会称为黑管，那我们就可以按到五管，五管马走的以此类推。安样的然读到翻译他唔晓得念的是唔是强，什么啦你强唔敢念，就问通体了所以可以直接照字音稍微去翻译，或者是查词典差不多就照翻，就像安尼竖笛就念做竖笛，读做竖笛马做的也就是基本上大家介绍的笛子还有唢呐来延伸过来希望大家可以都伫安尼节目当中学习到一些的讲客家话嘅趣味那你记安尼讲一下，譬如讲小明在吹唢呐，按就要讲，阿明都给喷他的，阿明都给吹他的如果他是吹笛子，就会表阿明提给吹笛，阿明提给喷笛这就是不一样的地方了好，今日阿文哥同大家介绍的就到到尾了感谢大家的收看收听，希望大家按仔细。